南台南家扶中心曾經在地服務已經屆滿60年，守護無數弱勢家庭度過生命的困境。為了讓人力甲物資順利進入社區，這台全新的扶油專車正是因迫切的需求，避免現有的老車過路，影響安全甲服務效率。而背後的關鍵者，就是國際獅子會300億灣區甲台南市延平獅子會愛心力量，10號上午雙方正式舉辦觀車儀式，這獅俠獅姐攏踴躍出席見證，提供南台南家扶安心更親懷的弱勢服務。這才小小的一個捐贈的一個善的行為，可以喚醒我們大台南所有民眾，對我們家扶中心也好，但我們大台南的所有社會服務也好，在我們的人事物上都可以，在各位可以的能力範圍內，可以大家來一同做社會服務，讓我們所有的大台南的人事物都可以往非常美好美善的方向去進行。南台南家扶中心在我們台南地區已經深耕60年了，有很多的地方都必須要有車輛運送物資到各個地方，幫助需要幫助的人。那這一部扶油專車呢，也給我們南台南家扶中心注入了一股很大的正向能量。國際獅子會300億灣區甲台南市延平獅子會強調，只要社會角落有需要，獅友得參與投入。這回南台南家扶油專車的關鍵，更是延續獅子會公益愛心，讓因當年為社會付出，關懷弱勢，閣加添一筆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